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老师先甲咱弹一摆。第一节。
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出声，我的喙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伊的恩。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咱起日来吟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阮即马搁徛伫游园用，阮用许多圣经来告变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我信耶稣基督。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敢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空洞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上帝话语，记载伫启应文第27篇，诗篇113篇，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合万国，
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真爱提拔善车人，互因甲贵族排做伙。伊互未生的妇人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搁慈悲的爸啊，阮因为犯罪罪的错误来离开你的道路，亲像迷路的羊共款。阮过头相信家己的计划，应该做的无去做，无应该做的反倒去做。阮性情软弱，无力通行好。主啊，求你怜悯阮即款可怜的罪人，认罪的求你赦免伊，痛悔的求你接纳伊，因为这是你带领阮主耶稣基督对世间人的应允。其慈悲的天父啊，求你因为阮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阿乐眷顾阮，互阮对打了后会过虔诚、公义、善良的生活，来归荣光你的圣名。阿免。圣歌队要用爱无比即个较大来带领大家来回应上帝的疼。
这是咱用恭敬的心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有一日下晡时3点，祈祷的时间，彼得甲约翰上圣殿。有一个出世骹就歹的人，逐日互人赶来下伫圣殿。迄个叫做水门的门口，通对入室的人求讨。伊一命看到彼得甲约翰，得要逼去圣殿，就求因施舍。彼得甲约翰注目甲伊看，彼得对伊讲：“看阮。”伊就注心看因，看会当对因得到啥物。彼得对伊讲：“金银我拢无，我将我所有诶互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诶名，命令你起来行。”然后彼得牵伊诶正手，甲伊扶起来。伊的骹甲骹襪随时有力，就跳起来，搁徛伫，搁行，甲因做伙进入圣殿，遐行遐跳，遐学乐上帝。这人看伊遐行遐上赞上帝，搁认为伊是平常坐伫水门的门口咧求讨迄个人，就对伊身上所发生的代志感觉真奇怪，着惊。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牧师的主题是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感谢主，会当搁一遍用欢喜的心进入上帝圣殿来敬拜伊。一早起，我要甲咱分享的一个主题是新约时代耶路撒冷初代教会耶稣的学生所行第一个新约，奉耶稣基督的名。使徒行传另外一个名叫做圣神行传。伫规本使徒行传内面，有真侪圣神做工来完成的新约。用人的眼光看是无可能，总是因为上帝的灵介入伫内面，所以来完成这个事件。我真期待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咱的家庭，也是咱的教会，拢会当不断有圣神介入，有主耶稣行过的新约，互咱来经验上帝的疼。咱拄则读的圣经《使徒行传》第3章，记载一个真重要的事实。奉耶稣基督的名。伫第2章有讲伫五旬节的时，这学生聚集伫耶路撒冷一个所在，因伫遐同心迫切祈祷。祈祷时，圣神降临伫因的中间，所以这学生受圣神充满，开喙来讲出别样的腔口。此时，彼得伊勇敢起来讲道。伫遐见证耶稣基督过活的信息。伫迄日，约略有3000个人受洗。第2章43节，佫讲使徒佫行侪侪奇事新约，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所以咱拄则读的圣经节，就是这个新约奇事中间有记载一件，是发生伫使徒行传，是圣神同在上好的见证，而且我毋望咱来心内来默想3百度。第一百度就是伫耶路撒冷的门口，有一个出世就软脚的人，逐日互人光到伫遐来对人分钱，毋望经过的人会当来进祭伊。第二百度是彼得甲约翰要进入圣殿祈祷的时，因伫遐停落来。停伫即个乞食的头前。第3百度是对彼得甲约翰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发出的命令，互即个软脚的人竟然会当徛起来，会当行哪跳哪学了上帝，进入圣殿。这是使徒伫初代教会所行第一个新约。
伫圣经内面，每一个信者，咱若看到信者本身是无够，咱要对信者来看伫即个信者中间，上帝是要甲咱讲什么？有什么教示要互咱？譬如讲，耶稣伫世间第一个信者，就是伫约翰2章伫迦纳婚礼即个宴席顶面，耶稣将水变做酒，水变做酒有什么意思？当即个婚礼的主人伫宴席顶面所备办的酒无够时，主人真着急，耶稣伫遐将水变做酒。主耶稣伫遮所行即个信者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满足人的需要，毋是满足伊家己的需要；第二个目的是荣耀上帝的圣名。所以每一个信者拢有伊的目的。伫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因逐日有2届的祈祷，到伫耶稣时代已经变做一日祈祷3遍。咱知犹太人因算日的迄个方式甲咱无共，因是对日头落山开始到隔日的日头落山算做一日。所以日头落山是6点，所以6点是因第一遍祈祷的时间，第二遍是下早是9点，第三遍是中昼时3点。所以耶稣学生因嘛遵照犹太人祈祷的方式，伫迄个规定的时间要进入圣殿祈祷。伫即日中昼时约3点的时，彼得甲约翰来到水门的门口，因伫遐拄到一个出世就软脚的人。第2节有讲有一个对出世就软脚，逐日互人光到遮来对人讨钱的乞食。这个意思就是讲，伊的软脚毋是家己爱的，是出世就带来袂当改变的一个事实。我相信伊的父母伫这个囡仔生出来了，因嘛有找医生，看有法度医治无。总是当医治绝望的时，因就互这个囡仔诚做乞食，对人分钱。所以伊昨日互人光到伫新约时代耶路撒冷东边的门叫做水门，水门伊原来名叫做尼加龙尼门，用铜做的，面顶有刻葡萄树，葡萄树是代表救恩的意思，所以水门就是有标救恩的门。根据摩西律法，赞种人因袂当进入圣殿来献祭，总是伫水门的门口。咱会当看到真侪乞食，伫遐对人分钱，因为伫迄个所在，逐日出入的人真侪，所以伫即个所在分钱会当分得较侪。当彼得甲约翰要进入圣殿的时，即个乞食就真自然手伸出来，因两人分钱。咱通常看到乞食，拢是伫地下道，还是车头。咱若无要互乞食钱，咱真自然为边仔行过。咱袂主动去甲遮乞食讲话，总是即时咱看彼得甲约翰因停落来，佮注目看伊，对伊讲看阮。所以即个乞食的心内一定想讲，因要互我钱。用一种真期待迄个眼神来看彼得甲约翰，无拍算。彼得开嘴讲金银我拢无，独我所有的互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第7节就牵伊的手扶伊起来，伊的骹甲骹目两边用行，就跳起来，徛伫。开始行路，然后甲因进入圣殿。圣经写讲，徛伫哪行哪跳哪侮辱上帝。兄弟姊妹，这个代志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圣神甲使徒同在，互因有能力
来行这个神迹。今仔日这款的神迹，嘛有可能发生伫咱的身躯顶。人类出世就带着物件来，带罪，这咱讲是原罪。英文写讲 born with sin， 罪互人瘫痪伫上帝面前，无法度行上帝旨意，罪互人无法度信无迄个公义圣洁的神。但咱拢伫罪内面，成做摆卡的人，受罪束缚，直到咱失落上帝创造咱原本上帝囝儿的形象。这就是人最大悲哀。使徒行传第3章第6节是这件神迹的中心经节。彼得讲：金银我拢无，独独我所有的，互你。伫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叫你起来行。当彼得直接讲金银我拢无时，我想这个乞者一定真失望，因为钱是上需要的，是生存的愿望，是生活顶面上实用的物件。总是彼得直接煞接讲，伊要互这个乞者所有的一切，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句奉耶稣基督的名，会使讲是使徒行传内面真重要的一句话。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我的罪拢得到赦免。奉耶稣基督的名，咱会当脱离罪束缚，得到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咱会当恢复上帝囝儿的身份，有上帝的形象伫咱的内面，这是人类上大的愿望。而彼得对这个乞者讲这句话时，同时嘛是宣告伊家己的信仰告别，因为伊真清楚，毋是家己有什么能力，乃是借着圣神的气力来对这个摆卡的人行这个医治的神迹。而且，咱所看到是一个有形生命的改变。咱看这个乞者，原本是无愿望的人生，伊爱靠别人的称赞过一日算一日，伊的生命是一种停顿乌白的人生。总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互伊会当对涂骹爬起来，伊免去倚靠别人的称赞，伫遐开始自立。开始有活泼生命的人生。约翰福音4章有记载，耶稣参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伫古井边的对话。妇人人甲耶稣强调讲，阮所倚靠的，就是阮的祖雅各所流落这口井。总是耶稣真清楚伫遐甲伊讲，既然啉这个水的人，拢要搁喙焦。独独既然啉我所予伊水的人，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予伊水，要对伊内面成做水源，直直冲出来，直到永远活。伫因个对话中间，咱会当真清楚知影，倚靠人的气力，只不过是暂时的满足；独独倚靠上帝气力的人，人才得到永远的满足，人才有丰盛的生命。当迄个软骹的乞者受医治，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伊起来行时，而且咱看彼得伊有做2项代志，伊牵伊的正手，煞来佫扶伊起来，这就是伫基督内面一种接触的疼。所以，这个乞者伊骹甲骹目两边涌动，就跳起来，甲因进入圣殿。兄弟姊妹，咱会当想象这幅图。当彼得甲约翰来时，这个乞者是坐伫边啊，伫遐伸手，甲因讲一点仔分嘞，一点仔分嘞。总是现在伊是安怎？哪行哪跳，哪学了上帝。因为伊毋免阁做乞者，毋免成做别人的负担，伊会当进入圣殿来敬拜上帝，伊会当开始有一个无相的人生。所以这件代志一定是惊动了边仔咧看闹热遮的人。水门原本就是犹太人逐日爱出入的所在，
特别是要祈祷的时，所以有真侪人拢捌即个去食，拢知影伊出世就软骹。伫《使徒行传》4章22节有写讲，即个人已经40几岁，今仔日竟然会当徛起来，紧行紧跳紧学了上帝。而圣经写讲，遐人就因为因所拄着的事，满心奇怪戆影。通过咱拄则这段圣经，我要爱咱做伙来思考3项代志。第一，咱对上帝所求的，甲上帝互咱的，有时无相像，而且上帝所互咱的，通常比咱所求的拢较好。咱看即个去食，伊原本是望彼得会当互伊淡薄钱，总是无拍算。彼得伫圣神充满下面所互伊的，是大大超过伊所期待的。就是会当对软骹起来行，成做一个骹手正常的人，开始伫生命中间上重要的代志，进入圣殿敬拜上帝。菲律宾因书4章60到7节，我相信真侪人拢是真爱这段圣经节。一开无伫挂如独独万事，地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这段圣经嘛是我所爱的一段圣经，伫我的生命中间一直经验，咱的上帝就是安尼。所以我伫公报社、伫荔湾教会就任的时，就任时我拢讲一句，讲咱的上帝毋捌互我失望，伊真正亲像圣经所写。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前郭俊明牧师伫教学中间，伊捌写一首诗，叫做《上帝旨意上美善》。伊诗安尼写，伊讲我对主求伊互我一束鲜花，一束鲜花。总是伊互我一张歹看、阁有刺的仙人掌、仙人掌。我对主求互我几只美丽的蝴蝶，总是伊却是互我真侪歹看、阁通惊的刺毛虫。我着惊，我失望，我哀叹。总是经过遐日子了，我忽然看到仙人掌生出鲜艳的花蕊。遐个刺毛虫嘛变做美丽细只蝴蝶，伫春风中飘舞。上帝旨意上美善。这首诗所写的，嘛常常发生伫咱的身躯顶。上帝知影咱的需要，知影咱的欠缺，伫咱一生中间，拢有上帝上水的旨意。只要咱信靠伊，等待伊。一定会为咱成全咱的祈祷。第二，奉耶稣基督名，有时咱要互人的，毋是金钱，是超过金钱，是互人伫孤单生命中间会当得到新个活泼的生命。咱看彼得对这个出世就软骹的人，甲伊讲金银我拢无，独独我所有的互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结果，这个人真正起来行。检查这个人原本对伊的人生并无抱着什么的期待。伊伫圣殿的门口做去食，过一日算一日。因为出世就是软骹，伊无法度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只有会当做就是求人的同情尽责。总是伫即日，彼得呼吁是啥物？是比生活物质更较重要的，是有形生命的改变。互会当徛起来，对伊来讲，这是一种新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一项值得咱思考、反省、信仰的问题。
兄弟姊妹，咱捌奉耶稣的名做过什么？长老教会是100多年前英国马雅各医师、加拿大马盖博士来到台湾，对医疗、宣教、教育开始慢慢建造教会。今仔日，咱教会金银元拢有的时，咱捌做过什么？我去年4月开始，伫台中民族路教会帮赞因讲道，礼拜4的讲道。民族路教会因到即仔支持4个宣教师，到伫非洲，到伫南美，伫美国，伫遐做宣教事工。我伫2014年到伫柳湾教会时，我嘛甲柳湾教会会友讲咱教会是1898年梅干姆牧师，伊家己奉献100块的美金。100-200年前100块美金是足大，伊搁等于英国伫遐募款来起造台中的柳湾教会。所以我甲柳湾教会友讲咱以前迄只的外国宣教师来帮忙咱，来支持咱。所以即马咱有钱，咱会当做甚物？所以，阮对2015年，阮参柳湾教会甲嘉义浸信会的教会，阮联合到伫缅甸的东芝。东芝是缅甸第4大的都市，阮伫遐做宣教义诊的事工，嘛帮赞一间学生中心。迄间学生中心有40几个囡仔，这个囡仔大部分拢是山区，在送乡的子弟，也是孤儿，因送到伫东芝来，伫遐学生中心内底有2个团队来帮忙因照顾因的生活。这个囡仔一个月伙食费偌济？台湾钱500块。所以我甲柳湾教会友讲，咱一个月出500块，对咱无影响，总是伫遐会当支持一个囡仔一个月伙食费。柳湾教会会友嘛真支持这个事工，阮伫遐拢要去进前缅甸迄边先报名。报名了，阮甲柳湾教会甲嘉义浸信会，阮才到遐。伫福音、传福音、甲这宣教讲述，拢是柳湾教会负责。阮有做过3副的训练，所以阮嘛有真济3副的队长。这个队长第一关就是爱谈道，要来义诊的人先经过谈道这关刷落。浸信教会、嘉义浸信会，因派2个外科医生，搁1个内科医生，因伫遐看遐看病人。所以看医生看了第3关才领药啊。阮伫2019年，阮搁到伫缅甸上北边腊戌，到腊戌搁坐滇缅公路，车开伫滇缅公路顶面，到伫要往中国的一间教会叫做木邦教会。伫遐2日，阮拢总对166个人传福音，拢总有48个人决志。伫遐真辛苦。当人到伫遐，差不多20个人内底，吐搁留有15个，物件食就会发生代志。所以到第2日，到6点，讲我是我家己嘛有参加迄个福音讲述，讲我敢若用要虚脱，总是所做事工，阮感觉真欢喜。伫阮转来到台湾了。经过一段时间，迄间木邦教会互阮一张批，甲阮讲，阮离开了3个月，因教会聚会人数加36个人。因毋茫讲过年，阮会当搁去到遐继续迄款的事工。宋传成牧师伊写真济著作，内底有一本是《故事神学》。伊讲伫韩国有一间教会真好个，所以这间教会就做一个耶稣的像，
放伫教会门口外口，伫头壳顶，佮用一个金做迄个冕旒，甲滴伫耶稣头壳顶。所以因为安尼惊人偷摕，所以个围墙爱起甲真悬。有一年落雪落真大，伫教会对面有差不多正10个遮游民，因已经要几日啦，佫寒，所以因伫教会对面伫遐咧看，因一直看耶稣头壳顶迄个金的冕旒，因就讲，咱着用要枵死啊，用要寒死啊！咱规气甲迄个冕旒剥落来，咱会当有偷物件，有物件通食，有衫通穿。总是内底有个人讲袂使哩，耶稣的物件恁阁敢甲偷摕？阁过一两日，真诶实在是无法度活落去啊！因教会决定讲好来摕，所以就两个人较悬大爬入去，甲耶稣面顶迄个卡慢慢卡，迄个冕旒慢慢卡。等卡落来时，耶稣伫遐流目屎，耶稣目屎流落来，甲因讲：我真早就想要帮助恁啊！总是我互即块金的冕旒伫咧，我无法度振动。兄弟姊妹，今仔日教会一个危机，就是金银我拢有，独无耶稣基督。这是大家人爱反省的代志。咱教会，东门教会100多年前，即个外国宣教师来建立，咱敢捌出去外国传福音？真济较落后的即个国家，因需要福音。咱敢捌出去传过？这是大家咱反省的一个代志。第三项，奉耶稣基督名，互咱的性命连接伫上帝的性命，会当活出新的性命。咱看4本福音书内面，有真侪耶稣所行过的新约，互市民看到，草原人听到下教的讲话，变碎的、鬼附身的，拢得到医治。咱嘛看到使徒行传内面，遮个学生嘛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行新约。新约对着遮个医治好的人，有甚物变化？因只不过是甲咱共款，目睭看有，耳孔听有，会讲话。总是伫即个新约后面上重要的，就是遮个人因的性命得到改变，这才是上重要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医治，来认捌这位上帝，进一步人的性命甲上帝的性命连结，恢复上帝，互人咱所失落迄款上帝囝儿的形象，这才是上珍贵的。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今仔日咱要有甚物，为甚物动荡？伫你的学业，伫你的家庭、事业，伫你的身躯顶面，有甚物互你失望、累积、捆绑你的代志无？今仔日耶稣基督也伫咱的中间，伊也活伫咱的中间，圣神也咧继续做工伫咱的中间。只要你信，只要你敢对上帝求讨，上帝所赏赐互你的，常常是超过咱所想会到的。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骨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伫咱的身躯顶来经验上帝的疼。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为着疼来到世间，用你的疼来吸引阮，互阮成做你的儿女，引带阮行入人生的道路。主，阮中间若也有人毋捌你的，求你的灵亲自来引带因，感动因，互因知，独你的名是值得阮学乐，嘛只有奉你的名，阮才会当得到永生的性命。求主帮助阮，互阮头前所要行的路，上帝你正做阮的大牧者，一步一步引带，嘛互阮会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上帝求讨。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用圣诗130首，耶
所尊名伫我耳孔。伫奉献进前，我来报告一件代志。今仔日是咱总会大众传播中心的纪念主日。大众传播中心因所做事工，就是拍真济只底片，通过电视、通过网络传到台湾，甚至传到世界各所在。伫这几年，因嘛有拍底片，互咱教会伫小组，也是咱团契内面会当使用。所以咱下面有一片差不多3分外钟的底片，请咱大家来看。嘛，5万人会当支持大众传播中心因的事工，多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开始阅读一个新的书卷，记载在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以下的记载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事迹。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的第20年基斯流月，对2021年伫疫情发展的时，我开始将新眼光读经的文字。真做影音会当帮助无法度看，或者是无方便看，会当帮助因用听的方式来读新眼光读经。所以我将文字的手册用录音的方式，帮因把内容读出来。首先我会读上帝的话，
了后，阮读新安宫读经的写作的团队，因所写的即个新安宫读经的内容，帮助因伫新安宫读经的过程中间，会当更较深入捌上帝的话。我也感谢团保基金会，因真正投入真侪时间，将这影片放伫基金会网站顶悬，会当互更较侪人通过基金会网站看见每日新安宫的影片，真做更较侪人信仰的帮助。盼望这个文字的时间，会当继续通过网络传播到更较远的所在、更较侪的所在，会当互更较侪人得到帮助甲瓦靠。各位所敬听的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在这个资讯爆炸、科技变化真紧的时代，咱教会虽然面对真多的挑战，但是上帝嘛赏赐真多的机会，所以愿积极来制作真多会通帮助和团体及小组分享的教材，嘛有系统性的信徒教育影片。另外，我嘛真关心社会环境的变化。即阵啊，诈骗的手路是愈来愈多，真侪兄弟姊妹受到伤害，所以基金会特别制作反诈骗提醒的影片。这唔单单是资讯的传达，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咱的兄弟姊妹。团保基金会唔单单是一个媒体宣教的单位，也是要甲咱在座各位共同拍拼、奋斗的好同工。伫大众团保中心奉献主日，诚恳邀请大家继续为着媒体宣教的事工大祷、关心甲奉献，互团保基金会有够额的资源，继续开发遮更较侪媒体宣教的教材、影片甲软体。搁一遍感谢咱的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互大家。以马内利，平安。回应上帝的恩典。
好，我即摆来报告。4月22日，查经班陆家福音第6章，阮是迄个陈以忠牧师伫暗时8点伫咖啡屋。阮定伫4月26号礼拜日当中举行洗礼。那今仔日第一档礼拜后，伫咖啡厅遐举行问答会，请受洗礼的人伫后礼拜8点40分伫会议室集合。第2档礼拜了后，伫会议室要开小会，也请小会员参加。本会小福部伫4月26号下晡2点到4点举办东门长老教会大礼拜堂的建堂100年的一个讲座。那阮来邀请迄个李洪奇教授来做分享，地点伫本会大礼拜堂。教会101展场已经做好啊，那嘛欢迎大家来去做参观。那阮伫迄个阮伫教育大楼旁边有兰花的义卖，那每一个是500块，欢迎大家来支持。2025年的捐献证明已经开啊，嘛请大家会当到办公室来做领取。跟我们的干事做领取。阮的迄个历史教育协会的收据已经开了，也请大家到办公室去做领取，以及我们114年第2学期的奖助金也审核完毕，请申请的人到跟永贤干事来做领取。那2025年已经完成了读经计划的，还有6位兄弟姐妹没有做领取，那名单在周报里面，请大家查看，然后知道自己是谁的，到我们办公室做领取。李金山兄弟在4月11号礼拜六已经安息主日，也请在4月14号礼拜二有个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嘱，也帮遗嘱代祷。有新来的新的弟兄姐妹，好，无安尼我来念本周金句，我先来念1解，然后做伙来念2解。所以，兄弟，所以，兄弟，可以得到插销，现转第19站。所以，就悔改，所以得到插销，行转第3周19节。那咱吟祝福册签的诗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
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甲恁每一人三个地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彼得。